真正成熟嘅投資策略，從來唔係買一間等一間。投資人一開始冇計入，但影響好大嘅稅務同資金效率。大家好，歡迎翻嚟我哋嘅頻道，我係 Peony， 我係 Peter。今日呢一集我哋會用一個好清楚、好實戰嘅方式，同大家拆解一個問題：投資拉斯維加斯房地產，你實際上喺邊幾種方式賺錢呢？冇錯啦，好多人一諗起投資房咧，就只係諗住收租。但其實一個成熟嘅房地產投資，往往同時間有幾個唔同層次嘅回報。今日我哋就用4大收益一次過同大家講清楚。第一個收益就係最直接嘅租金現金流。相比加州拉斯維加斯嘅房價仍然屬於相對可負擔，但租金水平並唔低。特別係一啲規劃成熟、生活機能完善嘅社區，例如 Summerlin、Henderson、Sky Canyon、Inspirada， 同一筆資金喺加州好多時只能做到收支平衡，但係喺拉斯維加斯實際上係有唔少案例可以做到正現金流㗎。咁再加上內華達州嘅租賃制度相對房東友善，租約結構簡單，一旦出現拖租違約，處理程序亦都比加州清楚，時間亦係相對可控。喺呢一點對於長期收租型嘅投資人係好重要㗎。咁第二個收益咧，就係嚟自房地產本身中長期嘅增值。拉斯維加斯已經唔再係單靠一個觀光嘅城市，醫療、物流、製造、科技、數據中心等嘅產業咧，呢幾年其實不斷擴張，帶動咗實際居住嘅需求。同時間，拉斯維加斯係屬於土地供應受控嘅城市，大型社區有清楚嘅 master plan， 唔係無限咁向外發展。喺人口持續流入、供應有限結構之下，只要你揀啱地段同埋社區，房地產本身就具備有穩定嘅增值嘅潛力。呢個收益係屬於中長線嘅回報。第三個收益就係好多新手投資人一開始冇計入，但影響好大嘅稅務同資金效率。首先，內華達州本身係冇州所得稅，對加州投資人嚟講，本身已經係一個結構性優勢。再加上美國房地產可以合法運用折舊同經營費用攤分，去降低帳面應稅收入，即係話你實際收到嘅現金係正數，但報稅嘅時候未必需要交咁多稅。如果將來出售，只要符合條件，仲可以透過1031轉換，將資本利得稅延後，令資金可以繼續留喺房地產體系入邊運作。嗱，第四個收益咧，亦都係好多老投資人最重視嘅資產槓桿同埋再投資嘅能力。當你持有一個物業一段時間，房價慢慢升，加上貸款一路慢慢攤還，你間屋嘅淨值就會越嚟越高。呢個淨值唔係淨係擺喺度睇㗎，而係可以真正喐得嘅投資。例如你可以用呢個淨值去買下一間投資屋，或者透過現金融資，將原本鎖死喺物業入面嘅資金重新釋放出嚟，再投放下一個投資機會。真正成熟嘅投資策略，從來唔係買一間等一間，而係用現有嘅資產去槓桿下一次嘅成長，一步一步放大你成個資產嘅規模。係啊，所以你會見到拉斯維加斯房地產投資唔係只靠收租咁簡單，而係同時間結合咗租金現金流、房價增值、稅務優勢同埋資產槓桿能力。嗱，當呢4大收益同時成立，房地產就再唔係一間屋，而係一個可以長時期運作嘅資產系統。如果你淨係考慮由加州轉向拉斯維加斯做房地產投資，歡迎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或者喺下面留言同我哋交流啦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